外國開聲睇好耐冇同大家見面，今日我哋久違出動嚟到倫敦史靴斯火車站睇慣英超嘅你，可能都知道我哋一陣去睇邊隊波啦。今日呢隊英超球隊嘅對手係嚟自芬蘭嘅古比斯啊，英文係 KUPS。呢度目測大概200至300位作客球迷等過馬路期間呢，佢哋就唱晒打氣歌。冇錯啦，我哋呢係入場睇歐協聯嘅分組賽事，由英超水晶宮主場迎戰芬蘭古比斯。喺呢度要多謝水晶宮球會啊，佢哋送咗2張飛俾開聲睇，所以呢，我就帶埋警發嚟試下呢度嘅特別服務啦。而家大家眼前見到嘅座位呢，其實係水晶宮主場嘅殘疾球迷區，位於主看台嘅左邊，非常之靠近角球旗啊！球會呢掌握晒呢已經俾咗錢入會嘅殘疾球迷資料，針對住唔同嘅殘疾類別啊，會提供相應嘅輔助服務，例如輪椅朋友呢會有職員幫手推輪椅啦，同埋會有餐飲代購等等。開波前呢，水晶宮嘅吉祥物2隻鷹都走嚟同一班球迷打招呼啊！咁今日入到嚟呢，就梗係試下佢嘅口述影像服務啦。部機同香港嗰部其實差唔多嘅啫，咁但係呢個耳筒呢，就比我哋豪華少少咁咯。除咗 AD，其實仲有樣特別服務，我哋賣過關子，留意下條片。